本日咧，當伊就喺繞牆度扶利自家嘅主人吼出嘢啊，這類都全部地圖吼。今日同大家來分享就係講，其實人係講有年紀嘅吼，無法度係講真經無下嘅人，因為呀青島嘅人可能愛上班，無像以前嘅農業社會有冇？青島嘅人可能富人家喺啲無下，有冇做農事、做田事，係做啲照顧無下係講愛需要照顧嘅人。不過因為呀做小家庭較多吼，小家庭較多係講嘅細奶去上班，細妹啊上班，無下有人去照顧嘅時節，應用較少。其實呢有青島嘅地方做啲提供，也唔係講聽咗去富人自家吼，其實有青島嘅可以去諮詢做啲去問吼。其實我哋吼去到這片嘅時節吼，一般來講，我們還是會有一個依據，還會根據像巴氏量表，吼，會做一個較簡單嘅監聽，做啲人講，吼，監聽講，唔嘅沖控係樣嘅巴氏量表吼，就會其實佢一隻美國人嗰邊做咗用啊，差唔多民國多年50年60年嘅啊，其中用來講，急性都用以嘅都평煙帶煙噶，吼，差唔多好賺嘅依據啦，嗬，所以一般你就當發電啊，就用到講啲長期照顧嘅生活功能嘅評估，吼，像像外勞，像我迄醫生請監聽嘛，伊都分咗個請，有樣了，像食飯、行路，加講洗身，吼。伊都眠床啊，放眠床，坐落去彎一頂嘅坐，也彎一輪椅坐，坐輪椅坐啊，動來顧天嘛，一天嘅監天嘅嘅動作嘅可能神法冇啦，佢來用耳機來單導分啦，一導分以下當做嚟搶我咯，加講神搶都冇卡照顧，有神搶講。居家服務員來天數，伊禮拜六一到拜，佢有樣分配啦。佢說其實講起來吼，係一簡單，唔過其實真複雜，其實叫本啊。佢說就看伊嘅問題係經驗重，然後當因為嘅長途，你做得要技巧嘅所以團節目有廣告嘛吼，技巧嘅也好，生意嘅也好，還有一種係傳習服務，錯嘛？係啊，係講伊哋冇下照顧嘅人，一照顧嘅人會聽咧，嚇清缺錯嘛？政府做我是感覺講了係政府嘅美德啦，吼，佢感覺講都冇卡照顧人，真辛苦，冇人哋，理所當然，你做就做咧，係啊，嚇，佢講一年有14日啊，到21日，吼，我安尼講，3日、5日要10個月，要100用頭，吼，做到嘢神強。嚇，比如講我根本人吼有事情，我愛多冇下照顧。無下嘅人，唔過根本你真經有事情，我要出去一下嘅，跟用山咯，事情就神強，你做神強，有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跟像台北市來講，你都在那去叫做本東西南北中嘅區，分布到12醫院、私立醫院嘅督吼，管理中心嘅各管師，吼，可以做護理師去做了。佢話你啲槍，佢話有個看人都唔解，那個爭議。看過啊，佢話好，你做得用了實，嘅服務，佢做講唔攞去哪件，佢話本命啊，你去請，哪件合格嘅，哪叫我用佢做轉接幫我哋得。啊，了到機構做政府佢話做表啊，吼，偏見做一隻長途嘅人，甲等以上嘅人，當做得去做了隻服務，吼，哎呀，唔過簡單講就係講伊無下有按用嘅需求，其實係有按用一種嘅方式，你反義講傳習服務，其實就是跳下去嘅，因為你其實係真辛苦嘅事情，簡單講起來係按用人啦。唔過我哋講吼，因為我講講大家要吃到講，青島嘅老人家就吃到講，我冇去按用嘅地方，一般來講真係會按用人，你冇嗌馬上唔想嘅。睇到自家嘅無下，自家嘅無下防騙啊，跟住迄個有青島嘅老阿婆，其實你想看迄種真經吼，嘅字母吼，佢身體係一空間啦，嘅字母可能去上班也好，做事也好，冇法度迄個老家吼嘅時節，嘅老人家會講，我冇去聽伊，鄉下迄個，我迄個我自家嘅地方，我一幾年冇上班咯，3餐我自家煮哦，都做定我煮喺啲日嘅地方。係有呢度樣嘅嘢啦，係啊，窗外呢度有我年紀，差唔多係有樣嘅思想，窗外嘅
进入迄老人的时期的，爱可能做某样的事项啊，義遊嘛，你說嘅義遊嘛，大家會多嘅哦。你嗌呢種二七架會知道講，二七架會知道講，嗌聽說一啲無下冇。我哋一般的朋友嚟講，就講我海朋友留到畢業本來我來啲，我唔會講下了。你呢邊搞朋友，師兄無強真嘅，你嘅呢種嘅感受啦，係啦，有沒有聽到嘅老人家會知道講？我為難自吾啊，錯冇？誒，按樣想係知道講唔好為難自吾，嗌你嗰邊較吃齋。誒，唔過佢會知道。人仲少少，要按多嘅乜好參加活動好參加。唔過佢會知道。唔過佢要知道講，計你啲冇下去捱嘅地方捱才有熟悉感啊！捱去到幾片捱要知道自我嘅捱啊！係啊，就話唔過來佢來個佢喺來參觀嗰個佢就會來。佢感覺哎呦，啷個缺口冇中央？你這邊有聽到嘅，你遇到這片嘅時間，一開始嘛吃到很排斥，會有嗰種心理嘅有按樣嘅故事嘛？來嘅大部分都哎呦。又冇人係上去中央咯，要上個，有啲依安全咯，有啲要護士手機哦，因為我哋工作人員嚟本護士手機，護理師啦，有專業嘅護士啦，也要見我見到佢作衫作拍衫，見到上個哦，啲護士啊，啲安全，啊有嘅政府員叫我嚟看嚟叫幾愛來，叫個可能係來依啦。不過你想講實在話，而嗰邊有幾種嘅老人家去到嗰邊，其實心情唔好嘅一轉，有冇？聽說有啦，有哦，有哦，因為佢嘅心肝都不舒服，心焦啊嘛個，心焦嗬，你想去轉佢，你知道講哇，我一定要這個我夾夾轉，要想去夾夾看到，不過我下幾年，知道做嘢千味太不按感通嘅嗬，對我嚟講，呀呀，你我現在嗬，我做乜事情，那你怎麼帶人咯？唔做到呀，見面嚟就嚟帶人了，講好，好，食飯其實是很慢咯。2年過其實窮樣都好了，係啊，係咪啊？咁我喺做嚟看呢度嚇。唔過輕重要嘅，我喺知道講嗬，當然嘅係一般人想法無窮樣，思想無窮樣，就像講主人講，而家媽媽可能會，而家媽媽嘅年代嘅人就會講捱得無謂去，唔過可能而家嘅年代嘅人就會知道講，也係捱咗年代嘅人會知道，其實嘅係無窮嘅方式。唔過有一點嗬，清楚去同大家來講嘅就係。唔係用到幾片就好呢，你可以看佢嘅，佢講做得當一對去，當一對去，真好啊，嚇係唔係？係啊，佢講要做那線㗎，冇線，特別願意新北市議，現在伊冇卡超強的地方，上班之前他做到你看一下，下班了你看一下，等下係咪？不時都要去甲親人去看住啊，佢就當放心。佢會了解啊，了解一件事情就會講，唔係我決定啊，係啦，唔係按樣嘅，係啦，佢我去看你按樣，係啦。而一般嘅冇下經感受到，其實真係如果要上班，你冇下經而講，係講有乜嘅問題發生嘅事情，有啲做茶做嘅唔記得做嘅手茶嗰啲手縫嘅嚇，咪當面嘅嘛，係啊。基礎係冇好啊，係啊，因為也要想係識字嘅，錯啊，識字嘅就輕量錯，輕量嘛，唔係講而行起位行來行去呢，唔會啊，係啊，唔過佢可能要識字嘅問題，佢出呢個基礎冇好，當開始你會延長會延長出價個問題，唔好俾人哋出價啲，因為見唔着，當開始你會。係啊，我聽講喺美有嘅老阿婆啲嘅，佢一開始也唔係講清官，唔過保姆喺美記跟那邊的像是寵物還是狗狗，我呢度有嘅狗醫師嗬，狗醫師寵物治療嘅方案啦，還有嘅康泰學嘅先生葉明禮老師，佢做個博客會嘅方案，做了講寵物對了就身心有問題嘅人，一老人家一生兒咧身心障礙嘅小朋友有乜嘅幫助冇有啊？嗬，嘅我哋邊就有學生嘅實習，就做一個方案，帶俾我哋度嘅老人家哦，心態嘅快樂，係啦，嘅講快樂以外啦，嗬，以後變得懂，還有痴心，就講哎呦我還要
出吼，我还冇有要用来照顾佢。我哋喺台灣有訓練青島嘅狗醫生，就狗醫生啊，佢係一條狗嘅，唔過其實佢有經過超專業嘅訓練，佢說佢超乖哦。跟你去到嗰邊嘅時節，佢看到嘅青島嘅陌生人，你講冇唔認識嘅人，佢會去靠近你，嚇，佢會陪你陪你教啊，陪你做青島嘅事情。狗醫師嘅帶領你呢，做嘅認真嘅行醫生，沒有狗嘅醫生。佢去嘅時節有專制服，錯冇？呢個狗嘅有某一天，大眾狗都有，大狗、小狗吼，啊，流浪狗沒有你去認領，還有去接受訓練，啊個身體沒有檢查嘛，做完全的，都親安全的。結果你跟阿婆就同個狗狗相處的真好。係啊，從頭都係恩啊嘛吼，跟獅子真係有的，差唔多4到6禮拜就會結束嘅吼。佢行來行去就，哎呦，像一條狗都那樣嘅係，咁啊一樣笑陰陰嘅，佢翻頭又唔記得，嚇，嗰2個月做個嚟滿幾噶，又唔記得。不過哎見來講，引起佢回想，佢會想到嘅。一條狗啊，一條咁樣，佢會形容出來俾他。佢冇呀，佢俾同你講。係啊，佢說佢冇下幾年，佢講阿婆嘅事情，也未知道阿婆有安樣嘅情形也清好。係啊，如果咁我講當歡喜啊，係啊，家屬常常嚟，你阿妹咯，我哋啲參加乜活動啊？清模，你係話清模下。係啊，上班我參加像總教嘅重要，啊有有一陣彌陀講座，就有志工團體哈，佢都特禮拜2會落，嗰啲就活動就他家以前來參加。一般來講哈，老人家應該點樣去參加一樣嘅發通心情嘅平靜。係啊，從頭都會期待，係啊。還有堂下咧，從頭都阿彌陀佛嘅師傅講，唔講死冇，唔死冇，就是一行動開啥，一定要當翻譯。哎呦，哎呦，都係講，所以會很開心啦。佢說其實去到幾片吼啊，唔係大家上嘅愛用，做啲搞到青島嘅朋友呀吼，也係會互相關心，兩啥都會都聊天去了。我拉是同我有一樣啊，講美國。我拉做醫生，因為我拉喺美國一樣。我有人講出來，啊有的客嘅我係做貸款，客肯用嘅。糖都叫拉安弄啊，我拉要高身體嚟用啊，按這個貸款。所以公證人員都現場要當注意。係啦，一般用先就用強啊。好，今日我哋條條每係一般嚟講，唔啲工作人員嘅比例係用嘅。政府規定啊，政府規定，你護理之家護理師哈，1殺比15殺啊，1殺比15殺。係啊，照顧服務員啦哈，就看護樣嘅意思哈，叫做1殺照顧5殺。不過要全世界冇人做得到啦。哈，我哋就盡量講15殺嚟講，哈，一般3班。你像講。多少解多少年啦？一照顧服務員講，我做會行嘅，叫做係強鬆，我咁樣批差唔多6殺到7殺都好啦。係係嗬，哦，還有咩故事做呢？大家都不用聊下，等下就嚟。